香港同澳門嘅朋友注意啦，內地買醫保其實真係好多人大漏咗一樣嘢，一個月只係40幾蚊，一年大約530蚊左右。但係最誇張係最高可以報銷80萬，而且係同內地居民同等待遇，冇額外居住限制，港澳人士都可以參加。今條片我就同你講清楚，港澳居民喺內地點樣買醫保全流程，記得點讚加收藏加分享，俾身邊有需要嘅朋友。首先搞清楚一樣嘢，內地醫保其實就係社保入面嘅醫療保障部分，主要作用就係睇醫生、買藥、住院，幫你報銷一部分醫療費用，減輕負擔。咁問題嚟啦，港澳居民如果冇喺內地工作，可唔可以自己買醫保？答案係可以。由2020年開始，港澳居民已經可以個人身份參加城鄉居民醫保。呢種醫保有幾個重點，可以自己買，冇強制工作要求，冇年齡限制，適合長期生活養老北上人士，而且一般可以綁定社區醫院、2級醫院、3級醫院，睇病會方便好多。咁實際流程點做？第一步準備資料，港澳居民身份證明、回鄉證、港澳居民居住證，沒有都可以協助。第二步去辦理，深圳社保局、街道辦、居委會、政務服務中心都可以直接辦理，唔使驚複雜。現場工作人員會幫你選醫保類型、填表、指導流程，基本上一站式搞掂。醫保通常係1年交一次費，交完之後就會有醫保卡、醫保碼，之後去醫院直接出示就得，系統會自動報銷部分費用，自己只需要俾剩低嗰部分就 OK。最後講一句，幾百蚊一年換一份醫療保障，其實好多北上生活養老經常返內地嘅港澳朋友已經開始考慮呢個選擇。如果你想要詳細申請流程、報銷比例、邊類人最適合，珠海、深圳、廣州區別，留言打66或者直接 PM我可以將完整攻略整理發俾你。